大家好啊，我衰你。今日我哋嚟整大家嘅第二道菜，辣辣雞翅 Let's go。整支嘢飲先，青草味嘅蘇打水，咖啡力嬌。呢個係我第一次整呢個雞翼，好簡單呢個餸就雞翼提前劈開一半，準備好啲小米辣、大量嘅蒜、大量嘅葱花就可以開始做，10分鐘唔使整好啲味熟。睇下，好香啊！呢道餸好似下酒菜，又好好餸飯咁嘅感覺。對半斬開，一係方便食，第二咧又方便入味。所以咧，睇到半你會覺得啲雞翼好似多咗咁樣。夏天嘛，還是要弄幾道下酒菜嘅。香草味加咖啡力嬌，呢個咖啡力嬌咧，佢啲咖啡味係更加似嗰種咖啡糖嘅嗰陣味，唔係美式嗰種咁嘅咖啡嗰種味，有少少甜。我去弄點孜然粉，哇！無敵了，超級喺對面食燒烤，太好吃了，萬膩雞翅壽司，再加點配料，像有小米辣怎麼樣？怎麼會這麼好吃？我沒有誇張，就是這些料啊，葱蒜同埋小米辣，超級送飯。